我给了就是专家啦。tôi có con nào đưa ra thốn tôi đưa nó có lần nào đấy cái chỗ tôi vừa thành vừa hành cao xí khí thể mà đâu 我希望孩子们过年的时候能回趟家，说说工作的事情，聊聊心里话，整整年年聚在一起聊小子，从小来到大，他们不容易，回家过个年算个啥？老人只想要一个和美丽的家，我们要做的就是好好报答。今年春节我想要回家，好好的陪陪自己的爸妈，他们付出的辛苦和代价，这一辈子能报答。今年春节我一定回家，好好的陪陪自己的爸妈，他们辛苦的好好的报答，别让父母再牵挂。tiền xài lên đây hồi tiệp ban trải sinh xong mà giờ là ôi con cao thế này ban trải sinh xong mà ba này 我都希望孩子们过年的时候能回趟家，说说工作的事情，聊聊心里话，整整年年坐在一起聊小子，从小带到大，他们不容易，回家过个年算个啥？老人只想要一个和美丽的家，我们要做的就是好好报答。今年春节我想要回家，好好的陪陪自己的爸妈，他们付出的辛苦和代价，这一辈子能报